我们世界各地的莲友们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今天我写这一章来跟各位大家解解法缘呐。弥陀悲愿广无边呐，阿弥陀佛的慈悲跟阿弥陀佛的愿力是广大无边无际呀，就没有界限嘛。他慈悲在哪里？他用兆载永劫的时间，舍身舍命修万善万行哦，累积的一切功德，无非就是一定要救度众生。怎么救度？他把功德浓缩集中放在名号里面。你只要称念这个名号，阿弥陀发愿，我肯定必然是绝对要救度你的。他发这愿，如果我救不了念佛的众生，我不成佛。所以他的慈悲在这个地方完全彻底就近的体现开来。所有十方诸佛都叫你众善奉行，诸恶莫作。你们好的事情要做哦，坏事情不要去干哦，要明白哦。那这样我就救度你。问题是我们凡夫众生的习气很重啊，与生俱来的习性你改不了嘛。改不了怎么办？我们没有资格到佛的境界去，没有办法到那种国土去，怎么办？这个时候，阿弥陀佛发了大愿，我无论如何想尽一切的办法，付出一切的代价，就是要救度一切苦海的众生，给那种习气很重的人仍然有希望，仍然有机会。所以弥陀的悲愿广无边啊，他要救度十方苦众生，十方法界一切受苦受难的众生，不懂修行的众生，一直不断轮回的苦海众生。他要救度，但要称念弥陀名。只要你称念弥陀的名号，因为他的功德全部都在名号里面嘛。他的智慧，他的神通，他为众生付出的一切代价，全部都在名号里面。所以你只要称念弥陀的名号，那必然往生宝莲城。你最后要舍报离开人世间的时候，就往生到宝莲城，到七宝莲城，能够花开见佛，亲自听到阿弥陀佛讲经说法，观音菩萨加持你，辅助你，关心你，让你一直到成就佛道。所以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辜负了阿弥陀佛的心意，他对众生的关怀，我们不能辜负他，各位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顺他的愿，称念他的名号，那么以后我们肯定欢欢喜喜、自自在在的就到西方极乐世界。这一章的用意在这里，提醒大家，阿弥陀佛。